at me and see if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我又倒回来了，因为我不厉害。其实昨天我要呈现，但是我就拿我那一台旧的手机，晚上好，我拿旧台手机，然后我充好电，我就发现，我那台手机是没有 SIM 卡，但是也做不到东西，因为我的照片不在里面了，所以我也 demo 不到。本来我想用我旧的手机来 demo， 我看一下应该可以做，现在，然后我就匆匆忙忙的放在一起了，匆匆忙忙我就找不到了。看到了。我想直接用手机这样直接拍，可能你们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第一次，然后我又想用那个，因为我是用软件，又想用软件来做会比较清楚，但是我没有这样 professional， 所以我看一下这边上得到 YouTube。后赛里刚才我说关于那个照片，把蒙的照片可以变成比较轻的照片哈，就是你去那个 AI 那边，你手机都有免费的，你去 AI 那边就 AI 美化什么那个有个function，按一次你的照片就清了，再不够清还再按多一次，然后再给它加一个框框，你上载那个照片就不会这样蒙了。我看我上得到吗？上得到嘞，上得到很好。那我可以分享怎样玩 AI。我开口比较亮点。看到没有 ？OK， 我跟你们说讲玩 AI。这是我每次要上载影片哈，我的按这边嘛，对啊，一个加，按了加，我这边就找 Gallery 嘛，所以我的 Gallery 我的照片，我的 photo， 所以我按了这个 photo 进去，然后我要按这个 Add Sounds。Add Sound 这边呢，就是把官方的音乐跟我的影片的音乐连在一起，这样子的话，我的流量会稍微比较多一点。如果我没有加个 Add Sound 的话，我的那个流量会少一点。然后旁边这边是多少分钟的影片，你看到15，它可以是有些可以按到30、40，然后上面这个是 AI 的，这一个形状是 AI 的，这个 AI 说我必须放一点东西上去写，但是我照片里没有应该是没有东西，我看一下。还有一点点东西，那我随便拿一张照片好了。
我就上载一张照片了，上载这张照片，然后make it done。这里是 AI 吧？这个 AI 是 AI Playground， 你有没有东西上去？再上多一次。上不到，为什么上不到？上不到我就出来吧，不玩这个。我找一下哈。学唱歌，学唱歌。我找一下子，OK， 就拿美人鱼做广告，我每次很喜欢玩他的东西。他这个这个没有的做 AI， 我看有些可以直接做 AI 的。我找我自己的。这个我不太会做，我要回去熬夜。找。不找了，不要浪费你们时间，不找了。我唱歌吧，我准备好了再做多一次。有时候要去找了，马上找不到的。顺便看了，这是我房间，啊，我房间的那个门。房间门到了，说外面听不到的。
看什么？进入决赛，龙公主进入决赛，舞狮哎，刚刚我看到，但是他从来不跟我分享。还呀，我是近视再加一个神秘感一点点，不过也没有什么好神秘的，因为他这个比较帅，这个眼镜会比较帅。你看我以前没有戴眼镜哈，坐在旁边唱歌的时候，那个旧的影片，傻傻的，對不對？傻傻的，所以而家戴咗兩個眼鏡，靚仔啲。所以有時出街戴下啦。所以第日啦，或者第日我再諗下點樣 present 俾你哋。你個 posting 今日嘅 posting 個照片咧，肯定好容易可以做到噶啦。你去你嘅呢個度就得噶啦。還有什麼透明眼鏡？透明眼鏡沒有吧？透明那個是我原本的眼睛啊，裡面是我有老花了，然後又有近視蠻深的，老花又有，所以有時候看到蒙蒙看不清楚。侯賽雷今天就是侯赛雷，他跟我說他今天自己那個應該，但是我很奇怪，就是你之前的那些 playlist 你也會上載啊 playlist， 然後那個女孩子是誰啊？我想知道一下，你的女朋友嗎？剛剛學一下我哈。那位是你太太還是你的女朋友哈？在美國的女朋友，然後我一看那你在美國國會那邊，感覺上好像你又是美國議員還是類似的，所以有眼不識泰山，我的傻傻的，什麼人跑到我面前我也不知道。剛才視頻我不知道你看得明白看不明白，如果你看不明白的話，也可以 email 我給你我的 WhatsApp 我 email 我給你我的 WhatsApp number 或者是 Line number 也可以。馬來亞姆 music editing 其實是蠻 interesting 的東西的。以前呢要 edit 一個 video 可能我們要花好幾百塊，對不對？要叫人家做要幾百塊錢的，要做一個比較 interesting 的 video。現在我也學了一些 double layer， 兩個 video 放在一起，然後一個變蒙的，一個變Ori 的，這些都其實也是在那個手機裡面可以做得到。它有一個 picture in picture 的方向啊，我這個不是一天馬上要學到完全啦，就是從 basic 開始慢慢學。playlist 不是你上載的，說今天的照片是你上載的，今天英俊瀟灑的照片是你上載。play guitar 還是你 play band 啊？玩 band 還是玩 guitar 啦？然後整套，對呀。玉明說的整套是什麼整套呢？係啦，美國美女當然多了。整套以前我記得我們做廣告什麼要做 catalog 做廣告，還是要做 print event， 都要叫人家做嘛，廣告公司做一點點一兩張都要幾百塊1000塊。其實現在很多東西我都自己可以做了，都可以自己做。然後這個社會是懂的人賺不懂的人的錢，所以只要稍微懂一點點就不會給人家賺那麼多錢。然後有時候自己做也蠻開心的嘛。好像這個房間也是我自己做的完，我那裡火也是改裝，這裡大力球還是改裝的。它是一個
一个转的霓虹灯来的，在里面坏掉了。哎，它没有坏，是我那一大粒的球在我舅家搬过来，然后我就把那个灯装在里面了，然后它一转灯的时候，这粒灯就很特别，就全世界找不到了，就这一粒就在我房间。谢代购马英九说你是长期在美国对不对？好厉害耶，猴赛真的是猴赛耶，真是我又多了一位朋友了，在美国，开心。美女很多啊！你今天他posting一个，一看就是美女来。原来不是他太太。马英九，跟马英九合照哈，很好啊，开心哦。说你是地方议会代表，对不对？美国还是美国？那个你是在哪一个地方？加州吗？代表，又是搞 band 的，又是歌手，乐队啊，搞乐队，又是弹吉他，佩服哎。然后我真的很荣幸哎，荣幸有你们这些在做音乐的人听我唱歌哈。光是请人帮忙设计、写电脑程序，真的不少。以前真的是不少。以前我看你要出一个唱片都要花好几万块，简单哈。现在一名，我做我自己的，我录自己的个人专辑，1分钱都不用，对不对？我录张国荣的歌曲啊，然后我那一根活塞的时候，我还录那个500的，也录不到，和那个谭咏麟的。等下我直接唱就好了，因为没时间哦。有时候白天在做工，有时候然后稍微听一下小乔，然后有时候下午处理一些东西。早上的话，一般上早上我就在做1、2个剪辑，做我的 shot 还是什么的。然后5点多，然后6点多到家吃个饭，哇，8点多要上班，要9点要直播了。然后有些歌还没练的，时间真的不够用。然后我的老婆说，她要深蜘蛛网了，深蜘蛛网，因为太久没去看她了。中山楼好，晚上好。那我们今天唱唐咏麟几首，唱500几首就好了，反正10点多了。谁留下了傷心的字句？誰留下了傷感的情淚？誰仍在午夜回憶中想去追，仍痴痴想去追，為愛灑淚。情融合了天真的戇居。情糅合了悲歡的情緒，謝謝各位。情常在愛戀，情心中高吹，情心中高吹，我恨誰？呼呼風聲，呼呼風推，祝我夢情待後退，幾番匆匆。幾番風霜，茫茫冷然是唏噓，心中的真，痴痴的心，驟變裏風已退又去，誰人來定散聚？情
又像是风飞的連星，情隨意心窩裏停聚，情浪烈卻在情心中高吹，情心中高吹，我問誰？情融合了天真的夢句，情糅合了悲歡的情緒，情常在愛戀情心中高吹，情心中高吹，我問誰？呼呼風聲，呼呼風吹促個夢情來後退，幾分風中，幾分風霜，茫茫冷然是唏噓，心中的真，痴痴的心就變裏風已退又去，誰人來定散聚？情又似旋風飛的連星，情隨意心窩裏停聚，情浪烈卻在情心中高吹，情心中高吹，我問誰？痴心廢墟又逐水。歌王，我昨天其實我跟大家分享那個混音機啊，混音機就是我跟你說的，你們說香港11點不能唱嘛，對不對？然後我那個混音機，應該是昨天嘛，對吧？因為只有昨天我分享那個混音機，所以我現在的聲音就是混音機出來的聲音，外面就不會有干擾了，所以你就可以盡情的唱。說到混音機，我也是一個笑話。我買了好，我試，然後我就問我的Gemini，我是不是要買那個 condenser mic？ 他不理你啊，就一個 trademark 這樣。我問他要不要那個 condenser mic， 因為我覺得怎麼我聲音出不來，是不是那個wire有問題什麼的？然後他說：“我是不是應該放棄？”我問：“是不是應該放棄這個東西？我不要用了，我就跟回以前的。”然後那個你知道 AI 跟我說嗎？他說：“你不要放棄這個東西，這個東西是你已經是high fidelity。”他說：“這個都是很高音質的聲音。你要嘗試那個 condenser mic 可以，但是你先微調你的 EQ。”他說：“那我就調了，還是感覺上突然間。”那個聲音也是出不到，為什麼出不到？因為當時我唱歌嘴巴開不到，嘴巴沒有開完呢，嘴巴技巧也還不夠，所以那個聲音你有極好的機器，聲音也發不出來，所以就是這樣子咯。所以我就是每次這樣一直 try 了，然後才。過後我才發現到，原來是我唱歌的那個嘴唇或是咬字，或是那個發聲，進了那個音樂，有時覺得乾的。對，不一定，因為我們不會用，也不是不會用，就是自己的聲音都不會表現出自己的聲音，所以你在極好的機器。再講調那個聲音也是調不出來，所以最主要基本功還是要練好了。基本功要練好。不過我覺得這個 mixer 蠻好用的了，就是我不用再買那個點唱機。唱歌詞都唔緊要㗎。
讓你看見這痛苦中的我，雖然在掀起小風暴，其實我與你好知心好清楚，但偏去製造苦楚。還然看你傷不傷我，還然看你心可苦楚。其實你也痛，彼此一般的多，問可有快樂分給我？今天憶當初，我只愛你一個，心裏有句説話要對你説清楚。可否釋放波？你對我已不錯，心裏也暗暗然，我又有一點點錯。渾然你在我到公園等我，忘掉了往昔開始過。其實我共你好知心好清楚，現此際你在想我。其實我與你過往真開心過，留住那笑聲與心窩。其實我共你勾出心一顆，應該代笑日愛河，共做愛河。今天憶當初，我只愛你一個，心裏有句説話要對你説清楚。可否釋放波？你對我已不錯，心裏也暗暗然，我又有一點點錯。基本功還是要練啦，哈，基本功要練，但是還是有一些技巧不好。但願大家與我在意你相唱今天憶當初，我只愛你一個，心裏有句説話要對你説清楚。可否釋放波？你對我已不錯，心裏也暗暗然，我又有一點點錯。今天憶當初，我只愛你一個，心裏有句説話要對你説清楚。可否釋放波？你對我已不錯，心裏也暗暗然，我又有一點點錯。对，每个人要清楚自己的哪一点不好，哪一点也需要补助的。然后科技可以稍微补助，但是真正的还是那个实力要慢慢的累积，慢慢的努力，慢慢的锻炼，对不对？对，我感觉到我这11个月里面，看回我以前的那个影片哈，我感觉我进步了不少。至少现在音乐一上来以后，就新的歌，至少我都比较有那个节奏感了。明晨無人知，你我這晚卻要好開始。偶爾結識了，在情路上起點前，迷迷糊糊都想試一試。明月是冰心一片，而銀河明珠，因我替你扣上小風衣。唔係，咪呀，唔係，咩意？唔係呢個問題㗎。
如果我唱唔好咧，都冇人嚟嘅，你明冇？你而家你可以唱嘅冇嘢嘅，我冇嘢嘅。因為你唔使諗呢啲太複雜嘅問題啊。而家如果你睇 YouTube 啊，而家 YouTube 其實有好多人開緊 live 嘅。No， 唔關事。我不知道一鸣几时，其实我也忘了一鸣几时进来我的直播室。但是对我来说，美乐一其实你没有必要的，因为全世界很大，我们这里我和你都是很小，我们都很小，可能我们有共同的朋友，但是共同朋友都会。你知道了哈，就看来看去。就算我自己，我也是会看来看去。我也没有，我有时间的话，可能我就这首歌我不喜欢，我就转下看还有什么东西来看。我们看电视也是这样啊，转下，说很正常的，没人意，没关系的，我支持你的了。其实，你唱歌也很好听，我想找机会跟你唱歌的。哪里啊？亚城啊，彭城啊。彭城是在哪里啊？小乔的话，他是住在那个什么地方啊？深圳再上一点点。深圳再上一点，那个叫什么？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你的是在哪里啊？彭城。彭城我要谷歌一下嘞，我不知道你彭城是在哪里。你其实很容易，然后工作，你现在直接打谷歌进去，彭城 ，Google Map， 彭城到那个深圳多远，他会马上出给你。现在什么东西我都在谷歌问了，不用问人家的。东莞哈，东莞离小桥那边就远了，差不多要1个小时、2个小时吧，2个小时。你也去深圳哈？我是8月21号、22号。你去那边比赛吗，龙公主？真的吗？如果你刚好在那一段时间，我可以去看你哦。我是8月22号，那个礼拜天吧，星期六礼拜天，我大概会有待4、5天，我都会在深圳和广州。龙公主到时候给我发一个发个联络啊，你有我的电话嘛，对不对？到时你给我知道一下，得空我就跟我老婆孩子去看你一下，好捧场一下。美乐一真的不必要忌讳这些东西。你关了我更难过，我心里更难过。其实以前我唱歌。没人唱，没人理的，没人看，也没人给我 comment， 我就照旧唱了，因为当时我的心态是我当然我在练歌嘛，我自己娱乐我自己，过一下我晚上的时间，因为有时候晚上没有东西做啊，很难过的时间。所以下次美人鱼，你什么时候开都没关系。我刚才看到你美人鱼开过，我就跟他们说，美人鱼开播了，都互相提醒啊，没问题的啊。有时候你开播我都没有进去啊，因为我在忙了嘛，对不对？真的不要为我关播。现在你的空要唱歌就唱歌。我们是这样说啊，最好是我们把唱歌分享更多人去，然后好吗？有时候你真的唱歌的时候，我在直播，或是我在忙，我都没有进去耶。但是你知道我有心啊就好了。然后有时候我也很没有礼貌，直接拿你的影片来做 AI。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宣传一下你，也宣传一下我，大家都好啊。然后我也没有做到很夸张的影片了。对呀，美人鱼，其实你唱歌很好听啊。
然后好像下个月我们可能有机会见面哦。我日期切了的话，可能是星期天我们会去见面一下。哎，龙公主，好像那一个时候我在嘞，好像那个时候我也在深圳。小乔应该也是在深圳。如果是礼拜天的话，美人鱼可能也会在深圳哈。那时候我们就一起唱歌吧，然后一起看小乔表演，哎，看那个公主表演好。哦，说美人鱼不要这样的想法哈，真的不要这样想法。你这样子想法，我更不开心。反正我习惯了，然后我也不是要做什么大明星啊，对啊，唱歌是自己开心就好，朋友大家开心就好，好吗？你看我之前我在另外一个直播间比较活跃。啊，不是小乔了，在认识小乔之前，我在另外一个直播间也是很活跃。洋洋他们也是在那边的嘛，但是那边的那边有一堆朋友，然后我来到这边小乔这边又有一堆朋友，所以2堆朋友可以互相的认识，互相的来往，其实对大家都好，对不对？对大家都好处。823星期天我肯定会在的，因为我好像是我还没夜。但是小乔好像是星期天比较得空，所以我可能23号我那天我会在深圳。哎，不要一大堆人在那边等我们哈，等一下泄露了行程。所以公主是23号，也是23号哈，23号去比赛吗？我知道你是23号比赛吗，跟公主？因为我应该是因为小乔那天跟我说他是礼拜天可以比较得空，所以我就安排23号我那一天到，可能我星期六已经到了啦，到广州什么的，然后才下去深圳。所以你是23号比赛的话，我们就3号见了面，我们再一起手牵手去看公主表演。对，星期天，你星期天比赛还是星期天才到那边晚上？有机会了，有机会我们会见到。不过深圳好大了，我跟你说，深圳很大。一个深圳的，我看我要跑的话要几个小时的，坐地铁的可以跑到几个小时。好，但是有地点叫车不会麻烦了，应该都可以去到。好，暂时我就23号见小乔，然后我们一起手牵手去见你。美人鱼啊，记着，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你不用顾虑我们。你要顾虑的是，当我有机会照到你的时候，你要请我吃什么？啊，再想一下，我们要怎样去唱什么歌，一起 happy 一下。哦，要吃什么？这个才要想。然后在正常的日子上，你唱你的，我唱我的，其实不用顾虑太多。我之前我那一位主播，我也觉得他蛮顾虑一下。有时候我是跟他讲好多次，你不用顾虑我的。其实我本来都是 I'm nobody 啊，我本来就是默默无名的小猪一本。你联络龙公主，你联络我就可以了。你联络我就带，我见了小乔，可能我就带小乔去找你们，好吗？真是晚上好啊，真是。你是去跳舞还是去舞狮？你看多么厉害的公主！谁想到啊？谁想到公主去出国比赛？是比赛耶，对啊，是比赛啊，出国比赛啊。所以我从来不去玩。你不是去跳吗？去完了，我们可以去玩了，我们可以去唱 K 了。真的，一些也可以唱 K， 可以唱 K 吃饭，极好啊！所以这就是我想要的目的了。我想要的目的，我到香港有朋友，到台湾有朋友，到深圳也有朋友，那多开心啊！好像你们过来马来西亚，想到啊，阿木家好像离机场不远，就找我啊，我带你们去玩啊！这个才叫做朋友嘛！我塞嘞，美人鱼太伟大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找小乔，
我有办法，我有他号，我有他联系号码。所以没问题的，只要你找得到我就 OK 了。陈金展，陈金城，嗨，你好，你好。精神啊，精神啊，精神啊，那个字叫精神啊，好吗，公主？该我说回去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公主，你有我的，你有我的 FB 啊，你有 FB， 我到时候再给，明天我给你我的那个 WhatsApp， 好吗？明天我在 FB 我给你我的 WhatsApp， 或者你Messenger给我都可以有的。美人鱼听到吗？美人鱼，不要为了我停播，我今晚上我很难受，我睡不着的啊！你要为了我就想要带我去吃什么东西，带我们去唱什么歌，去哪间卡拉 OK 比较爽，好嗎？知道啊，知道，因為呢個世界真係好大嘅。我唔唱，你唔唱，仲有第二個人唱嘅，係咪？人哋 supporter 多過我哋都有嘅，係咪？我哋好細啫，我哋都唔係，我自己唔係可以做大明星嘅，我唔係做大明星，我係創下爽咁樣，自己有進步。俾嗰啲正能量俾人哋，令我學到嘅嘢，幫你哋分享下。之前 actually 我係諗住我係攞你嘅電話，我問咗小喬，因為我睇你做嗰啲 shot， 你冇 hashtag， 你乜嘢都冇寫，你乜嘢都冇寫，好似即係我俾你個 video 啊，你可以 attach 嗰個 official music， 你 attach 你唱咩歌？你又可以揾翻上嗰個 official music， 你又 attach 入即係講插埋一齊。咁你到時有啲聲音，佢嘅 official music 你調翻嚟，調到最細嗰度。咁樣你就可以那個曝光率會高一點點。因為如果你沒有 attach 那個官方的話，人家要找你的 music。比較少，所以你每次做來做去就可能就100-200個 view、300個 view。但是坦白說，我自己的 view 也不多，我是在找怎樣去突破，因為我最多也是做到1-2千了。除了之前那個有一個台灣的那個 politics， 那個政治的那個叫什麼，我忘記掉了。那個我拿到10多千的觀看率，其他都是正常1000多2000，但是1000多2000對我來說是 OK 的。所以如果你等下可以看我今天早上剛下播那個影片哦，如果你看不明白，到時我再跟你談嘛，我再跟你這樣做，因為我走過了路，我不想再你唔識啊，小喬也唔識，所以我頭先諗住我點樣 present 俾你哋，我個電話又唔得，呢個我唔到 shot， 好似我做呢個 shot 咧，其實我幫你個合埋一齊啊，好簡單嘅。我擠一張相入去啫。你睇呢個 shot 嗰度，有時佢有寫咩remix 啊，佢有寫 remix 嘛，佢有個 AI 嘅 logo， 即係我睇俾你睇個 AI logo 係有個紅色嘅。所以你睇人哋嘅 shot 啊，我又揾唔到，人哋嘅 shot 有個 remix 啊 ，remix AI。所以我撳過你撳住落去，我擠一張相俾佢。你 YouTube 嗰度你有寫 command 嘅，佢有寫到你可以 dancing 啊，可以咩，可以聲音啊，可以咩disco 啊。所以咁樣撳落去寫落去，一下等下10-20秒啫，佢又幫我做咗成個 shot 出嚟咯。唔係我做的喎，係 YouTube 做嘅，免費的。但是我很可惜，我找不到誒。每次我要找東西啊，它不會出來的喎。我明天嘛，一姐你好龍公主，我在大陸我不會開車，在台灣我還好。這個在大陸我可能我就叫滴滴吧。叫車，你是一個人還是2個人？是比較正確的方法啦，就是說不用那麼浪費你的精力啊。因為我以前我太慢了，我做東西太慢了。
我以前然后我看了WeChat，其实他们有 sharing，TikTok 有人 sharing， 要这样做才有流量。我也是看不明白的，坦白说，我是看不明白。当我自己做的时候，去摸的时候，我才原来是在这里找。但是我感觉我还是突破不到那个可以拿到1万个 view 啊那种 video。我可能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简介功夫不好，还是可能我的 hashtag 做得不够好，还是这样的。还是我做的东西没有那么夸张，吸引人家。因为现在我看到，其实有一个不好的现象，现在年轻人他们为了流量，我觉得做了很多很不正确的事情，很不正确的那个价值观，就是为了流量，为了吸引人家，然后大家都在看那个垃圾的那个短视频。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好的了。我随时都欢迎你们问我什么东西，我可以帮的，我就跟你们分享就是这样子了。今天我讲话特别多，讲话多过口水。意见我刚刚的前一个播道，前一个直播我有分享了一点影片这样做照片这样做 YouTube 上载短片。但是可能比较乱一点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下一次我再想怎样去把它呈现的，然后慢慢的讲。但是如果你们看不明白，你们可以慢慢的把它暂停就因为那每个视频都有一个程序，暂停你就大概抓得到了。因为电话都一样 ，YouTube 里面的那个方向都是一样。唱一首歌吧。晚年，昨天小乔，纯 TikTok 点这首歌。胡言亂語，心思交瘁，仍未帶出黑衣知。鏡中影像，也許一切可以留得住。紫色的小盒子裏，正藏着事都未了事。燦爛的晶瑩，代表絲愛意，眼淚隨着閃閃光輝，映照得奪目耀眼。幻中似的愛情，始終會消失去，那幻影卻一一再現我心底。幻像似的愛情，埋藏我心深處，叫我每一個晚上也可抱擁着你。小乔，你可以问他在直播，你问他，要不然的话你就找我吧，我有他的电话。美人魚，天邊一顆閃星星，海邊一顆閃星星，話碎話言，
心息不停。只要悄悄告訴這世界，現實實在是混帳。你要睇，始終談不結情。你會說你愛我，永遠永遠愛我，默默留着你，永不改變。哇！你可說呢個真係正話嗰個不行啊，給那個創起啊，很慢啊，他自己跳掉了，我都唱到蒙查查了。對對對，時間到就會到了。他那天星期天，他應該不會在香港。如果我們有夜話，應該是還在深圳。我倆到底認識過，心底要說話有許多。這年齡眼神一碰，卻有顧及效果。冷卻了內心直言，心區已在茫然跌咗。猜想你冷冷心裏，又有沒有再憶起我？可會恨我那一次做錯，沒法非翻於當年從頭識過，想抱着你去解釋經過，為你分擔心中無窮痛楚，為咗千般失望，千般失落，一再去流露，為咗一分激動，一分希望，匆匆再次回望。畢竟前時曾經努力過，分手也是曾經相識過，知否愛若已失，所得幾多？我倆到底認識過，心底要說話有許多。這年年眼神一碰，卻要顧及效果。冷卻了內心直言，心區已在茫然的咗。猜想你冷冷心裏，又有沒有再憶起我？可會恨我那一次做錯，沒法非翻於當年從頭識過，想抱着你去解釋經過，為你分擔心中無窮痛楚，為咗千般失望，千般失落，一再去流露，為咗一分激動，一分希望，匆匆再次回望。畢竟前時曾經努力過，分手也是曾經相識過，知否愛若已失，所得幾多？為咗千般失望，千般失落，一再去流露，為咗一分激動，一分希望，匆匆再次回望。畢竟前時曾經努力過，分手也是曾經相識過，知否愛若已失，所得幾多？畢竟前時曾經努力過，分手也是曾經相識過，知否愛若已失，所得
幾多？美乐一，我现在看到小乔在直播啊，小乔在直播，对不对？麦克，小乔在直播啊，说美乐一，我们要的不是共同的朋友，我们要的是圈子外面更大的朋友，对不对？你说你不用顾虑美乐一开了直播阿木这边可能朋友就跑去那边了，或是跑来这边。我之前在另外一个直播间也是这样，我直接在敲钟了，我每次就做这个动作嘛，就是那一个直播间在开播了，我的偶像在那边开播了，所以我那朋友很多朋友之前他们也是孤立的，其实他们也孤立，我了解他们的孤立，因为他们也是觉得好像今天有人开播，然后他们在听我在我的直播室在聊天室，然后突然间全部不见了人。所以我知道他们有这个顾虑，所以我每次跟他们说，你们想要做什么，你们去做。然后直播的时候，我就通知大家直播了，然后有时候我再问一下有没有直播的，然后有时候我自己就马上下播啊。之前我是马上下播，但是过后我想一下，其实没必要马上下播。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很大很大的，真的。然后我那些朋友，我跟他们说了，其实你们不一定要在留言给我留言，就代表支持我，而是要盯着那个直播室。你们支持我很多方法，在开播过后，你们重回听，好像我每次有时候我早上我再重听回我那个偶像的歌，其实那也是在支持着他的Watching Hour，对不对？So。我之前也是面对同样问题的，然后小乔之前说的什么抢客人什么，这个真的是要非常小心啊！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公主要休息好，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很明显在对方的那个直播室打广告打嘛，我就在那边默默唱，然后每天晚上我在那个直播间听歌。然后突然间，我唱了5个月过后，有一位同事知道朋友知道，第一个知道是我直播是杨洋啊，不过他也没有说。过后有几个比较前辈的他们就知道了，然后说是我在直播，但是我也不好意思，因为我当时唱不好，所以他们也进来支持我，很热烈支持我，但是过后也是因为直播时间，因为晚上嘛，我都晚上开播，我白天我没时间。冲突嘛，说我在想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是说直接他开我的，他开我的开我的，我支持他我就支持他，我朋友要支持我，同学要支持我，过后也可以支持我，不一定要在现场，对吧？这是我想表达的，美人一哈。对，然后我的姑哥跟我说的，就秘密，他很厉害的，他说这个叫close channel， 他们叫什么？垮台的交流。小乔有小乔的歌路，我那位朋友的，我偶像的，他有他自己的歌路，所以那边的歌迷跑来小乔这边听歌，有的好几位，你们都知道，智仁啊，杨洋啊，我带了好几位嘛，所以小乔的朋友现在也在我这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交叉哈，说这样子我们才会有更多的朋友。说我们不一定不要马上想着没人有，我们就这一堆朋友，哎呀我开了，然后阿木朋友就少掉了。不要这样想哈。我支持你，我不一定当场嘛，我也可以过后才听，一样在算这个时间。你这样子直接关掉哈，你搞到我更难受的。你看小乔现在在直播啊，我现在看到小乔在直播，我看到Nordic在直播，今天我偶像就没有直播。该歌王有直播，歌王直播我8点半嘛，因为我就进去听了2首歌，打个招呼，对啊，没有冲突，对，没有冲突的。我们的市场是外面，我们打外面不打自己人。1+1变成3，变成4，变成5，这是我要表达的东西。虽然我做的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把我们的
世界放得太过小啊，放得太过小。所以为什么我这2天开始唱一点英文歌？其实英文歌我会的也不多，但是我觉得应该接触新的朋友。就好像我之前在第1个直播室过后，我不知道我怎样会认识到小乔了。总之有一天，小乔我觉得他唱歌还不错，但是就因为他是在公园唱歌，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有一个第一个印象还是怎么样的。但是如果你认真的去听小乔唱歌，他唱歌非常棒，对不对？然后我就在我的群组里面，我那几个朋友，我也把小乔介绍给他们。这边有一个我那天发现一个新的直播，他唱歌蛮好的，大家也听一下哦。然后他们又过来小乔那边了，然后小乔也多了几位订阅者，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东西哈。公主，你做频道，你要想一下改变这个问题啊，不要就把自己框在一个架。我们去别人的直播室，不是说我们要去抢别人。我们抢不到别人的客人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实力我们抢不到客人的。然后也不用对海纳百川就对了，也不用我可能其实我早的时候是有点误会，对他有点误会。但是你了解我，其实你看，可能都可以出国比赛了。为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路，自己的本领自己的本事，所以把眼光放远去。现在没有人，不代表以后没有人。我一次我跟一鸣说，我看不明白，在直播室最近很红的有一个很红的，他唱歌我觉得是一般，他们不好意思，我说我觉得他是一般，但是我看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一个晚上有好几千个那个人的朋友在听，所以我也在想他的成功，他的秘诀在哪里？我也在研究这嘛，对啊，但是我不去抢他客人了，我没有说抢不抢的客人的，好像谁能抢到你啊？没有人抢到你的，这东西是你心甘情愿的嘛？你心甘情愿来听我歌，你觉得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们可以谈心就这样子。我的朋友也是，我不是对你凶我那也没骂你，我就没有骂你啊。我是跟你说，其实你最近呢，公主，你最近真的是长大很多了，长大很多。然后好像你要开频道了，然后你就开始要想一下，你的所作所为，你要人家认同你人家认同你才最重要，而不是说，求求你今天来看一下我直播，求求你看来可以做，这些东西没必要了今天人可能很少，20个、30个，但是明天、后天没有人知道。我是要我好，我也希望你好，就这样子。我走的路，我看到了前面一点点光亮，我就告诉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样子。我希望你好啊，对不对？然后我可以很骄傲的说，你看，可能以前我认识，我就是什么，我是伯乐，我是可能伯乐。我早就看到他可以的你看，现在他可以了，现在，对不对？走了，走什么走？谁骗你？林小姐收档了对呀，林小姐也要收档了。时间到了，唱这首歌要还80我终于想，我看到林小姐，我也很喜欢唱个80的。不要了，换首歌了。换一首新的歌，比较少唱的。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然后我们今天就这样结束了谢谢大家11点了。对，没有吓到你的，我很认真的跟你说话。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你听过最美的旋律，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空境，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我跌跌撞撞分享你，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弃。我们在一起说过，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老去。坦白说，我现在很享受我的唱歌，我常常把我的歌都录上来，我把我自己当成 superstar 了，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我唱得好，我又很开心哦。然后我太太听到我唱歌也好，她也认同了，very good， 对啊，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唱歌。林小姐晚上好啊，在巴士了吗？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你听过最美的旋律，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空境，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我跌跌撞撞分享你，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弃。我们在一起说过，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老去。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慢慢来。我们拼命的相拥，不给孤独留一地。无力是我们最后难免的结局，无力是我们最后难免的结局。妹妹不像我老爸，脸比较厚，容易被吓到。不是啊，其实妹妹很精的一个人。妹妹其实她不简单的人，她给我的歌都很不简单。其实没错，你看我太太，我在直播，我太太在路上，我太太在路上，现在跑下来，她还是在楼上帮我按。我也不要求她帮我做我的。助手啊什么的，因为早前他在孩子的考试嘛，他在给孩子考试，所以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想听什么歌嘛？就一首歌给你了。那天其实那个青花是他点的，青花。今天我老婆又给我一首歌，福建歌，但是我不会唱，那个是 AI 的歌。唱青花给你听好吧？现在他是我偶像，我是他偶像。但是就是说我跟他说，你早上你每天在办公室，你就听我开我的歌吧，他就不开我的歌。
周传雄，最后一首歌啊。其实我想，我唱歌我可以唱不完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总之，麦一拿上来，其实我可以唱到12点。如果他不想睡觉，我可以唱到12点。青花是我太太推荐我的歌，不知道为什么了。总之，现在是非很多，特别多。有人一进来就说你的坏话了，其实我也不能说什么，因为我不认识你很多，对吧？但是，像歌王这样，我都希望大家都平等嘛，哈。你唱歌我也给你鼓励了，所以我也希望你唱得好。然后我感觉你唱得小声，我也跟你推荐那个混音机什么的。如果你想认真想考虑的话，你可以想要我这样的音质哈，不是我厉害唱歌。想这样干净的音乐，这样干净的配乐哈，其实一台那个混音机可以了。然后唱张毅吧，张毅好久没唱了。曲终人散。最后一首歌了，睡觉了，掉了，我老婆拉我耳朵了。你让他用戒指把你套上的时候，我察觉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现在我只能应生日闹钟。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身红残留在我眼中，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衣袖，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一姐晚安，谢谢大家，谢谢，Good night，谢谢一鸣。好，其实大家在这里都是很善良的朋友。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即使知道你暗地里又回头。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身红残留在我眼中，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衣袖，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Good night, good night。曲终人散的寂寞，只有伤心人才有。你最后一身红残留在我眼中，
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原来这就是其中人生的寂寞，我还想等你什么？你紧紧拉住我衣袖，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你紧紧拉住我衣袖，又放开让我走，这一次跟我彻底分手。我们不分手，明天见，谢谢大家，真的谢谢，晚安，晚安 ，Good night，Thank you，Thank you，Good night，拜拜，谢谢，明天见。